3000嘅短途賽，大熱暫時顯示係3準備。黃奇基好，你一起步嘅時候啊，前面快閘嘅馬咧3強快喎，手到齊來響入邊，出邊仲有老班精神最出營造組裝埋邊藍衫紅帽咧，仲有進翼快車響第5啊，第6位嘅馬外邊呢，咁啊有呢隻時時歡聲嘅黑衫啦，內欄橙衫係增強啊，馬林中間綠衫黃帽就觀眾之力啊，後邊個5匹馬啦，戰寶啦，健康快車內欄紅衫大約尾5尾4到啦，尾3團結戰寧啊，後邊2匹馬七彩雲珠同埋嗰匹呢就熾烈神驅嚟㗎，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前面放嘅馬就手到齊來啊，營造組裝響個外邊啊，內欄第3有3強啊，第4位藍眼就老班精神啦，入邊大白鼻梁嗰匹啊係增強，中間進翼快車等入邊嘅馬仲有紅衫呢健康快車，外邊追嘅馬係時時歡聲啊，後啲先有觀眾之力嗰啲馬，最後300零米啦，前面營造組裝咁咪至先少少㗎啦，咁啊見到埋邊呢就手到齊來啊，中間老班精神追啦，出邊大白鼻梁有增強啊，後多層嘅馬仲有健康快車，最後100零米啦，透出嘅馬外邊增強，大步殺上嚟啦，中間有老班精神啊，出邊之間最後健康快車接近終點，增強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啊嘛，相當接近啊，外邊位置健康快車上咗嚟，藍眼罩。有呢隻呢就老班精神影，前面放嘅馬就手到齊來啊，營造組裝響個外邊啊，內欄第3有3強啊，第4位藍眼就老班精神啦，入邊大白鼻梁嗰匹啊係增強，中間進翼快車等入邊嘅馬仲有紅衫呢健康快車，外邊追嘅馬係時時歡聲啊，後啲先有觀眾之力嗰啲馬，最後300零米啦，前面營造組裝咁咪至先少少㗎啦，咁啊見到埋邊呢就手到齊來啊，中間老班精神追啦，出邊大白鼻梁有增強啊，後多層嘅馬仲有健康快車，最後100零米啦，透出嘅嘛，外邊增強，大步殺上嚟啦，中間有老班精神啊，出邊依家最後健康快車接近終點，增強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啊嘛，相當接近啊，外邊位置健康快車上咗嚟，藍眼罩有呢隻呢就老班精神影相爭第2，第4名係營造組裝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增強咁啊，上次啊休後復出啦，跑咗一場，咁啊今次係第2次跑呢，就已經贏馬啦，第2名呢，外邊追。健康快車係細隻啲嘅，入邊臨尾有啲力弱，老班精神有得影㗎。第4名係埋邊嗰隻營造組裝。512場次嘅前3名就翻嚟啦，不過今次增強贏先嗌到嗱賀賢，第2名好接近啦，入邊藍眼罩潘頓嘅老班精神同出邊啊健康快車塞咗輪嘅艾少禮坐騎要影相，營造組裝希威森跑第4。增強上次係擊過啲功夫啦，咁啊熱完身之後，咁呢一場又保重翻啦。暫定名次跑第1名3號，第4名5號嘅。我哋睇重播啦。外面增強，大步殺上嚟啦！中間有老班精神啊，出邊依家最後健康快車，接近終點增強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都相當接近啊！外邊位置健康。好啦，增強贏啦，第2名就係健康快車啦，第3就係邊路老班精神，咁啊擺前咗少少。第4就係5啦，營造組裝啊，仲見到隻嚟嘅。要跑得咁快，老班精神係真係要放位，令到佢好難搞啊！咁呢組啊，其實幾強，我哋變咗3。我翻跑3唔好啦，係佢次序唔好啊嘛。啲嘢組變啊，我翻緊嚟都得嘅。可以。加上次喺條 D 單次。星期幾呢場真係。上次都好玩，我直講。其他嗰啲冇特嘅呢3隻馬係稍突咗出嚟，183隻左右，即係合理啦嚇。我分仲健康快車落呢佢哋3條啦，一個飛斯過山唔關啊，好實在呢一個。我依家落咗落去喎，中華職幾多嚟嘅呢場就？係過關就2條位置啦，等陣情況。因為嗰啲新式馬始終唔一啊，初速達到速升啊，東區泳頭，你話有時有自己棘手啲啊。不過離題啦，因為一年一個重複7級。真係，不過就好似好似跌到19蚊，暫時都係講係。
機動嘅可能佢更加大嘅發展難嘅出上同佢跑法單一啲啊嘛，係啲又唔舒服，我諗縮時速都未必夠快啦。最熱快車就落後咗少少喎，好似攞翻嚟1200啊，冇咁主角。我反而嗰隻次塵區咧，機與掟個大彎都追得下㗎嘛。我覺得呢一組好多馬，好多馬都揀實手，即係未必話好快快。